引导，甲伊发挥伊彻底，普照所有的兄弟姊妹。那当然，今仔日呢，咱大家再有这个机会来到做献堂，共聚一堂。那今仔日呢，讲是咱请以上以这个会课班，这嘛是讲是感谢了咱天恩师，咱老前人五代牺牲，咱遗守大先，陈前人的恩惠，叫咱周前人、副前人，甲叫咱各位前辈。咱才会当成就了今仔日法会因由，那借着法会因由，大家会当切，大家修行学道咧，博德性，咱今仔日伫修学道来讲起，为了的就是咱的慧命，互咱的事情要安怎会当返本还原。倒转去到咱来说，咱大部来，伊时阵，咱更加爱去甲伊珍惜。更加呢，爱去甲伊珍惜。咱各位前人慈悲。过去要得到单传独修，要得到够遐简单，无简单嘛吼。咱今仔日呢，接受了天恩师德上天降道，弥勒祖师师尊师母，带领着这个大道降世，当然嘛应在这个月减年，上天慈悲三泽普渡，这遮尔。大好的因缘，咱更加爱去甲伊珍惜，因为咱知影，过去历代祖师，伊要会当来成就倒转去，那当然爱找到伊来的所在，然后恢复了着咱家己的本来自性，回天的条件。你去公司因头路，敢爱有条件？爱有条件。你若无条件，公司伊就无可能甲咱采纳。那当然，咱今仔日呢，要转去爱有回天的条件，敢是？毋是有条件，爱阁有资源。所以讲，咱今仔日呢，修行学道来讲起来，无非也就是要安怎找回。本来面目，然后付诸于行动，在咱的心性中间。咱心间师慈悲呢，伊所讲的，那咱当然，大家拢有一个依道德公足足的自信，但是为虾米爱去修持？当然，亲像武汉的流失的较济啦。因会当成就了着人，具有了着五常之德的这个德性，咱才会当做人呢，敢是安尼？所以讲呢，会当做人，就是有具足了着上德，但是无限的，佮会伫这个世间，再修再练，无非就是有流失了着五常之德。所以讲呢，爱照着洗手食办法呢，慢慢甲放弃的找倒转来，佮家己保护伊充足，安尼才是会当回天的这个条件。因为今仔日的课程的主题，也就是尊神养慧，点化无失归真福。当然呢，咱爱尊神养慧。尊神嘛，就是甲咱讲，咱本来具有的这个上德，具有的这个德性，咱要安怎甲伊保留一条？
要安怎甲伊保佑会着？尤其是在我哋的世间当中，有色声香味触法，到处拢是一个限制。但袂当无谨慎，袂当无主意，对了限制了后，不甲佛，随着潮流，离道路。咱讲道不万人，啥物人？万境，人主万境，道无离开咱，只是咱已经对了着世间一切色声香味触法，已经落入这个限制，家己一步一步来离道反道而去，所以毋怎讲咧这个人若失了着这个上德，咱也到想。伫这个社会报章杂志，若如果有迄个作奸犯科的，尤其是迄罪恶搁较大的，若讲迄个人那像精细咧，伊个人伊来讲伊是精细，因为伊失去了着这个上德，伊已经不甲佛之中来失去上德，已经执着于外在一切的这个色相，所以讲咧，那可以失去了着咱本来的这个这个天性。所以尊神嘛，就是讲咱爱保有咱本来的上德，伫保起爱找倒转来，找倒来了后，咱爱涂足，爱涂足，所以讲咧，尊神永贵，咱太对落了着这个限制，家己咱已经失去了着咱本来的上德。那今仔日咱要找回倒转来，第一，咱一定爱用慧，用咱的智慧去关照了着一切真假实虚，然后弃其本无，才会当恢复了本有。那么弃其本无，伫咱瞻仰了着遮尔济个外在这个色相，咱要找倒转来，敢有遐简单？敢若无简单啦吼！我讲伫这个道中咧，几十年，但是呢，这个悲剧甲毛病咧，爱着外在一切这色声香味呢，受足久受拢袂好势。头拄咱新讲师讲的，讲的足简单，但是要做的，就是遮困难啊！明知影都毋好袂使的，无要紧的，但是要伫你的心中原在甲伊放下看开，一件足大件的难事。所以讲咧，咱爱点化有心，点化当然咧，点爱修点，甲咱的本心修倒转来，化就是外在，咱的心咧，清净的本心已经被外在苦乐世间一切的色相已经甲咱绑架，而咱毋知影，佮足欢喜，互伊绑架。毋知影讲，咱已经一步一步踏入死亡的界线，就是咱的人生一步一步进入了着这地狱的界线，咱都毋知。有路无当倒转去，咱今日讲有得着道会当回天，咱若无修，敢会当倒去？袂当咧。当然老师有甲咱讲。老师甲咱讲个道理，只要你有求道，为师保证你会当倒转去到无极离天。但是后壁爱听落去，毋过你带会了，带袂了，我毋知。咱各位前辈，咱讲倒转去了后，为什么会按功定果？这就是看咱有修有行无，有修。有办无，有建立功德无，敢是安尼？所以讲咧，为修行咧，天天星期天，为是非常的拍拼。咱头拄新讲师，自比伊所讲的，咱听甲一清二楚。伊安尼有拍拼无？真正咧，迄种精神足可取呢。你上迄无成功，敢有可能？所以讲咧，伫修行学道。
其实咱愈捌你爱愈行愈做，你爱愈亲近这个道场。咱真咧修道是被动参与，爱主动参加。主动参与较好，爱被动参加较好。主动。爱主动。为什么爱主动？因为你家己的慧命、家己的自信，你家己才有法度去照顾。别人是助缘呐，仙粉嘛是助缘咧，伊会当甲咱讨讲，会当甲咱应承，但是袂甲是爱看咱家己的心。你要跟不要，你要就有。各位姐，感谢安尼。咱若无想讲要来入这个班，顶入来袂来，所以想要就有。所以讲咧，咱慢慢借着修行的当中咧，会当真正来了解，要安怎会当来转本还原。简言咧，就是讲修办者三个方向。修办者，嘛就是讲咱有真正真修实办三个方向。这三个方向嘛，就是咱要成就找回咱本来的面目。因为伫《华严经》甲咱讲，众生本来成佛，咱本来就是佛啊。咱毋通听着有个人讲，你修道人、食菜人嘛足贪心呢，要去做佛。各位前提，咱大家要去做佛，是本来你的本分，还是你贪要去做佛的？本分。本分啊！你无转去，但是辜负天恩师定呢？毋是讲外口人无了解，伊毋知影讲咱是佛来转世，咱爱倒转去归迄个位尔呢？回去归位，你要归位，还要归空，这个会敢有相像？较容易对啦吼。当然你爱归位，你嘛归空，归空就是你没有修办。为什么爱修办？先得后修，敢是安尼？咱即届修行实在过去历代祖师修行的条件无共款的，较早是先修后得，即摆是爱先得，后壁咧后修。后修，这个咱一定爱铭记在心。那当然咧，第一点爱用心。为什么爱用心？用心就是要互咱这个自心当中会当真正清净自在，无受到外在一切的好假歹来影响了你的心。安尼咧，才会当保持了咱原来清净的心。为什么要用心？心是天堂甲地狱的锁匙呢？背讲心是咱一个心念，一个心念尔。他在《心经》书主笔讲的，戒是爱戒你心，爱戒你心，爱戒心。因为你的心是随着你的身去动作，所以爱戒在心。你若戒在心，你的心就袂去做歹代志，就袂去为非作歹，你就袂去爱迄个唔免爱的。若无你会爱不了啦，你也爱袂了啦。若安尼，你的心就十痛苦啦。所以讲咧，咱一定爱用心。那伫明慧来讲起，当然咧，咱来当用心慢慢了解真假是虚。咱修行学道，为要就是要慢慢去看到啥物是真的甲假。诸佛菩萨伊的成就，敢是伫世间我落个世间修行转去的，敢是？因为伊有了着这个了解，所以讲咧，伊明慧，伊有迄个智慧，伊会当关照了一切，伫这个当中去看到真假是虚，然后理路了人生一条路。咱愈修，愈归到我们清净的自信，爱是拢总是个众生的心，一直外在攀岩不断。咱爱家己去清楚啊！你是个爱的是愈济，还是爱的愈少？心经书他多捌讲，修道是爱愈来愈少，是愈来愈济啊！
哦，也就是讲，咱本来所去卡到的一切外在一切的实相，咱爱愈来愈精。你等下，你心等下清，你的自信等下会明啦。哦啊，所以讲起来，咱今日不断透过了解这个道理，为什么爱研究？互我讲过，道理听40分钟吼，到这里才有咱袂好袂了就对啦。因为咱讲，讲个较简单。哦，咁啊，啥对好对唔好，但是佮无法度人，无法度人甲病毒会掉。啊，嘛是不管是靠着谁小讲办法呢？所以呢，或是来感谢天文书的前辈者呢带领引导咱来到这个道场，互咱会当有研究，就是要关照嘛。感谢呢。讲师所讲的，就是要开启咱的智慧，互咱看到咱家己的好甲歹。歹的免啊，爱去病毒嘛，哦，迄就是本来无的嘛。病毒本来无的，咱会当恢复本来有的嘛。哦，安尼慢慢的，咱就有法度啦，达到心安、心静。咱来当心静的，哦。心静落来了后，你当会清楚啦。你若安尼有敢看有？哦，你的心若不断伫遐咧，哦，人我是非不断，外在的攀缘，你感觉物件遮济，咱敢爱了？爱袂了啦。啊，你若硬要爱吼，迄心拢去互救去，你敢知啊？你干那要修道，你就无心人修啊。无那是看惯，无那是外口这较好。那安尼你要会当吸收到真理，非常的困难。你要清净，非常的困难啊。那你问智慧了后，你有法度照明啊？哦，咱李达老师主笔讲的，迄个慧光，迄个智慧的光，若无光，哪有法度照我？而且迄个光是到底外光，冇差咧。敢是安尼？啊，咱若拄光照愈远，啊愈清楚。伫世间的当中呢，你比人搁较好，因为你看会清楚。你才有法度通亲像莲花出污泥而不染，所以迄是最高的情操。咱今日去修道不过嘛是爱安的嘛，啊无咱来道中要呢，咱毋是为了古鲁所呢。哦，敢是安尼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咱一定爱会当来了解到。那第二内敛甲无失，内敛，咱爱敢爱收敛，收敛了，心敢爱收敛。你爱的拢爱唔着，因为你爱的拢是假。但是你若无收敛倒转来，那你伫外在的攀缘。那伫这当中，你会失去了你的内德，因为伫你爱内底有恶言对你有得失的当中，有可能就是你流失你的德性，你本来具足的内德，慢慢的在流失。哦，啊，然后呢，人讲哦，对道心变人心，对人心变啥？血心。啊，迄心敢好，迄心唔好呢？哦，啊，咱真就是讲要对迄心变人心，人心就是有善有恶，人心当中要安怎回归倒转到咱的道心，迄才是咱本来本心。所以咱真爱内敛。哦，爱的咱爱要安怎？我一项一项甲伊验，一项互伊无爱，有人引导啦，敢是安尼？哦，所以讲伫修道内底咧，你唔能拄上要攀缘外在，你要内敛，可以不要的你就不要，会当唔免听你莫听，会当唔免讲的你莫讲，会当唔免想你莫想，因为迄交咱的心性都没有关系，是加污染着咱的心性而已，无其他的好处。所以讲起来，咱一定爱内敛，你爱愈来愈内敛。哦，毋通一个好的当中，歹的当中，安尼压甲一世界，你才无爱较内敛一下。
你的负能量都，你的负能量家己拢受损啊，受伤啊！你搁甲这个负能量搁等互人，甲垃圾搁等互人，敢有人要收垃圾？无哦，啊，所以讲哦，老人等垃圾，你敢会走？爱走，爱走，到咧不美丽的吼，啊，你搁去接受，你接受这个负能量，咱的内心会中伤的，内心中伤，咱的自信会失去明亮的。那安尼要去修行就有困难啦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咱一定要内念，内念嘛，就是咱的心念，我们的情绪要收敛，唔通看到、听到，我的情绪就起来，我的喜怒哀乐就起来，我爱稳住，哦，我爱稳住，这就是咱修道的功夫嘛。啊，袂修道，食菜就好啊，食菜就会幸福咯。修道敢有功课？敢有？修道有功课，要安怎降伏其心？敢若即几年咱护法啦吼，就拼甲要死，拼甲真诶，搁安尼吼，安尼有够济就对个，安尼路中轻飘一线，路中变出现，这是互我即摆心境啊。所以即摆搁咧革命，互我毋是革命随处，即摆革命演出，毋知影几届啊。哦，啊，但是即摆搁咧拍拼，哦，即摆搁咧拍拼，所以讲呢，你这个所在修行能够不外放，你的心不外放，你的心不张扬，好的敢爱一直讲，歹的毋通讲，好的敢一直讲，好的嘛免讲啦，对无？啊，你嘛免一直爱互知啦，哦，你若一直要互知。安尼嘛是抑个一个有啦，嘛失去自信的清净啦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伫这个所在好甲歹，咱拢毋通遵理了伫咱的心之外，咱无必要去压到一时间。你有做无做，你好甲歹，大家敢有清楚？敢有？那捌的就清楚啦。啊，毋捌的咧就袂清楚吼。咱诶，伫无实来讲起，哦，本质爱热心。咱今日去修行，为着啥物？为着赚大钱？毋是。所以讲，伫无实来讲起，讲你做爸爸、做妈妈、做长者，你是咱的心德，你爱无实。你若是咱的心德，你爱甲工课做好势，这就是你的无实。做爸爸妈妈兄弟姊妹，你爱做好着你的本分，这叫做无实。啊，咱今仔日修道的无实是啥？修班，敢是安尼？爱修班啊，这就是咱爱去无实。啊，无咱今仔日有食菜的命，但是无修道的实，无法从向内观，搁向外攀援。那安尼敢是背道而驰？啊，所以讲咧，咱爱有信吼。第三，忏悔无违禁。为什么爱忏悔？忏悔清晰，唔对的拢已经唔对去啊。哦，有当时啊有意无意啦，有行无行啦，放讲咱是了治啦，嘛会讲有对话咧。哦，啊，他拄仔伫遐讲的，咱想，我他拄仔讲迄句话，敢若唔对咧。可能会去甲伤着呢，会去甲靠着呢。他拄仔你迄个动作，嘛有可能会去甲伤着呢。所以修道几15条来讲，谨言慎行，敢爱？爱咧，你爱足谨慎啦。你毋通想讲我就是遮高，哦，我就是遮有地位，我遮年龄遮好，哦，啊，我讲的就是啊，所以讲出嘴拢无咧，人讲。舌迄个话到舌头流3分，哦，我撇一个嘴，你小可伫你的脑海内底，你要讲甲唔讲，知影无一定爱赶紧讲，无一定爱讲，无一定爱赶紧讲，啊，所以讲呢，伫这个所在，咱伫不甲不的当中，哦，咱来忏悔，忏悔才会当清醒。那么为什么忏悔？因为伫遮甲伊讲，爱看清了解这个因果，
到因果，有呢。哦，伫佛经内底甲伊讲的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毋是无报，时间未到。哦，咱茫想讲，我真个每样阿爸，我足顺的，迄拢有因果的。今仔日你渡人救人，你打班助道，扶持着即个道中，当然即嘛有功德善因嘛。迄个时间因缘若到。哦，当时咧，爬山迄个因缘，哦，大家拢知啦吼，迄讲300担啊。哦，咱讲三世因果嘛吼，所以讲咧，咱的一个心念，咱一句话，咱一个动作，一个心念出去了，伊会伫即个宇宙间不断的在盘旋。咱问他都要讲爱改心咧，慢慢讲出来。敢若伫心念就有因果了，一念亦因果嘛，敢是安尼？哦，所以讲修道是修心改心，毋是改心呐，爱改到心嘛。重点是改在心，毋是改在心呐。哦啊，所以讲咧，伊讲出去了，伊即个破败拢伫即个宇宙盘旋，因缘而生。所以讲个300担个甲断掉，哦，啊，咱有当时啊断掉已经讲哦，我毋知是过去世间安怎哦，咱即世人太遮惨啦。啊，为虾米？为虾米甲即世甲即摆若断掉？因为迄个因缘成熟自然，伊就会产生了成果。所以讲咧，咱伫顺境内底，哦，咱伫顺境内底咧，要有无常观；伫逆境内底要有因果观。一切拢道理因果呢。咱毋通想讲吼安尼，伫咱的内心为所欲为，我想要安怎就安怎。迄拢有因果伫内底咧，爱谨慎咱的言行啊。因为迄拢总是各自的来源啊。哦啊，所以讲呢，咱来看清因果，勇于承担，立志不再重犯，入世哦，无去重犯。那么归真毋是增加啥物，是放下道义的家伙。归真啊，迄个真的内底敢有实相敢有相？咱讲思想无相嘛，但是都无好歹是非。哦，有了就恶言对立啦。哦，迄倒是真的啊。咱的自性是圆妥妥、光妥妥，哦，不增不减，不过不增，不增。所以讲呢，咱的实相是无形相的、无相的，所以毋是要去增加。所以很多心刚是慈悲讲的，咱修道爱减嘛，咱就爱加，爱加是爱重新来练，啊，其实爱减。减掉咱本来无的，应该清净，敢是安尼？哦，所以归真毋是增加啥物，所以咱修道毋通讲哦，我太修袂好遐咧，哦，啊，我来修袂安怎，修袂安怎？那安尼的话咧，世间就不艰苦啦。这拢有咱过去的祖师因缘，所以讲咧，爱放下道义的假我，而且的假我毋是干那讲咱这个身躯是指外在的一切。因为咱即个假我一天会无去，啊外在一切敢会无去，咱爱看迄看无啦。你甲看卖诶，咱的释迦牟尼佛伊是释达多太子，为什么？迄伊的荣华富贵，太子呢后间是国王呢，啊伊毅然决然从王位跳下来，结果咱真爱都爱伊不爱，啊咱才会无安来想看，为什么？是伊较戆，爱咱较戆。人伊由四声门看着生老病死当下，我不能再落入无常，所以伫无常之中，咱会当找着常，所以咱会当成就即个佛道所以讲呢，咱爱去体会爱去了解。那当然，理智如何有定，定如何宁静。理智，即个智来讲起，
就是方向，就是目标。咱进修到的方向敢对？对，对唔对？对，我嘛唔知，但对唔对？哦，啊，拢修道，拢亲口也唔知，其实大家拢知啦吼。方向，因为安怎讲，咱拢定听讲师咧讲，行尽世间千条路万条路，唯有啥物不过因？修道修因修道。诸佛菩萨敢有视线互咱看？敢有视线？啊，有诶人讲哦，咱修行嘅身躯拢嘛你咧讲诶，啊无人看，啊敢有？唔知影你咧拜开就较早诶修行人啊，敢是安尼？你得学因看安怎做，你后界就成就诸佛菩萨啊嘛。哪会去讲影甲无影呢？所以咱诶人生当然咧，在家修一定要有外在。但是咱今日去投入了着修行学道，这条路绝对不负人。你别白来到人世间，你别辜负上天降道之恩。所以讲呢，伫这个所在，你知影方向目标，目标你对敢知？己以己先嘛，所以讲咱来修办嘛，修就是甲无好的慢慢啊修。办为虾米爱办？学问咱袂当寸功无力啊！所以讲修咱的内力，办也就是讲咱的外力。咱无外力，咱要安怎？咱迄句讲啊，这了验就是了业嘛，你要安怎了验？啊，你行出来办都唔办，你要安怎用功德来回向互你的无形大德呢？所以讲起来咧，咱的方向、咱的目标，嘛就是咱人生价值判断的根本，就是你志伫对。所以讲咧，咱要知道对，咱爱清楚呢。我得拢趁钱就好啊。我有名有利有权有势就好啊。那志伫遮，你敢有迷失伫人世间？敢有？因为这是人间的福报嘛，是自世法嘛。你若志伫这个所在，你永远都是轮回走，你拢永远是轮回的境界。所以你要志伫对，你要清楚。你若志伫所在，你就不迷失。敢是安尼？所以讲咧，咱爱志伫所在啦那么再来就是主题改善与修持的这个意向，遵循修中用精。为什么咱来修中？中也食天下之大本，和也食天下之大道。中也是讲喜怒哀乐之二法为之中，法是该啥物？中节。该啥物？中节。喜怒哀乐之二法，都无了喜怒哀乐。人头有迄落无喜怒哀乐的，有啦所以咱要表达讲该中节。中节就好啦，若咧烦恼小可烦恼一下就好啦，要悲哀小可悲哀一下就好啦，因为你烦恼甲悲哀代志拢已经呈现伫咱的身上啊嘛，你去带遐悲伤，带遐遐咧喜怒哀乐，已是无补，唯有面对它，接受它，处理它，最后放下它。所以讲呢，伫这个所在，咱会当修养，就是养精，较别去互这喜怒哀乐、贪嗔痴外在的一切呢，来动摇了咱本来清净的心。有当时咱也感觉讲代志做侪，你敢会感觉做烦？为什么会感觉做烦？因为咱本来就是净。即摆有遮尔济，你若讲一湖的水。伊是非常的平静，你若甲等一根石头，甲金仔落去，敢会产生涟漪？会啦这嘛甲咱讲，我们的心中不要有善跟恶，即使你造下的大功德，你也不产生依恋，我就是功德主。若歹更加袂使，更加搁较袂使所以讲咧。那修中用精呢，就是不是灵明的自性。我们圆妥妥、光灼灼的自性，无因为来到世间，而去污染着外在的一切。
啊那安尼呢，你2、6、10中都是圆头头、光左左的，啊，尊非欲为明心见性，变啊明心，哈噶，咱敢会感觉讲，我家己足清楚啊。毋过道理佮听落去的时阵，关照起的时阵，我佮乌噜噜啦。哦，啊，所以讲诶，咱爱安怎呢？咱爱透过了解习修讲办法，来用咱的智慧。咱本来所具有的智慧是圆头头、光左左，哦，啊，毋过来到遮味着外在一切的色声香味，甲咱覆盖。失去了着咱本来的妙智慧，失去了着这妙智慧。啊，咱若无照着听经闻法来关照，无伫修办的当中来关照，咱的办事敢会做地事？有啦吼，办道敢会做地事？伫遮地事其实要开启你的智。你爱自从绊脚石，甲当作垫脚石，互你的精神会当有病。有当时啊无考验你的智慧敢生起。过去呢，迄个机密，迄个董事长呢，哦，迄个真啥名？我早就袂记。许文龙。啊？许文龙。柯文良。许文龙啦。哦，安尼哦，我真听不上。哦，咱那个董事长就好啊。这个董事长伊的成就，伊讲过一句话：你若跋倒吼，茫一分就白去。因为你唔知安怎跋倒。你若跋倒了后，我爱边仔沙沙咧，沙沙看看咧吼，我来安怎跋倒啦？安尼你有清楚无？安尼我就是安尼跋倒的。我就是有安尼的缺点的，我就是因为安怎的，啊，所以变个伊就后界袂跟第二界跋倒啦。啊，所以讲呢，这是人成功者的智慧啦。啊，所以讲呢，咱借着学习来觉察了着家己的不足，慢慢变度了后，你透过学习，当然咱的智慧会开，自然会明心，明心就是见性。这叫做慧光相照，慧光长照。你敢有法度就安尼啊？哦，你敢会当去日本有回互朋友啊？你敢袂搁一直杀啊？你著知影迄种是假的啊，搁一直杀，咱来甲想，为世间人敢知影？为世间人敢知影？讲趁钱趁到尾也早袂去，敢知？袂知呢？啊，毋过要足认真咧趁呢？为虾米？伊敢若知影讲我早袂去。啊，我伫遐爱去看要安怎早会去啊？伊无去想落去，但是咱大家有智慧啊。为虾米咱有智慧？因有咱有求道，咱有来参班，有感受道理了后，你就知影讲安尼好，安尼要安怎。所以咱真咧学的时阵呢，无非嘛就是要学看，无免啊。有诶早袂去，无免啊。建立无形的资产，伫美国太空中心，彭博士，彭博士伊研究迄个引擎诶，伊还袂求道的时阵呢，就像咱安尼，伊拢入班做到5点下班，应该是休困，拜六礼拜拢休困，但是伊去求道了后去参加。5年教育，因为崇德5年教育，伊搭去了解讲，安尼咧，有形的早袂去呢，这个无形的，无形的以后但是咱真正要卖的呢。所以讲伫迄个所在，伊搭从迄个伫迄个时阵体悟着了后，伊改变，所以因暗时有时间，伊就去参班啊。拜六礼拜咧，伊嘛去参班。伊会利用伫道中来成就自己的智慧以及外在的德性呢。伊袂像较早未体悟的时阵，5点下班都准备人安尼休息。拜六礼拜咧，较紧来对一家好耍的、好食的、好佚佗的，拢对迄用心对遐去。你唔知影讲我们不断的在荒废我们的道业啊，所
讲起呢，咱一定爱了解吼，点化修点化，外在的一切语言是一个假象，咱不断的爱护它啦。哦，他拄心肝师自比讲的爱护它，有人应得啦。哦，敢是安尼？啊，无你关我一道，你像王永庆迄钱遐济，敢开会了？你一个月若领100万，你一顿食几碗？一碗。领2000万的，食一碗，袂歹啊。哦，即摆人口袂食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咱爱花时间来众生千万，因为无形的资产，那是互咱早会去的。啊，若安尼你太无爱选择早会去的，你要选择迄个早袂去，啊，遮尔济无路用的。所以咱念佛拜佛，咱爱学佛啦，敢是安尼？爱学佛啦，学佛的精神，伊的方法，当是为虾米？伊较早要去出家，要去修行，甘愿无爱享受荣华富贵，甘愿无爱外在一切，咱爱去思考。哦，毋茫讲我讲啊，咱哭哭啊念，哭哭啊拜，咱爱学。哦，安尼咧，咱才有法度啦，反观对照，倒转来建立内在的德性。务实咧，就用踏踏实实，哦，去修以行行。当然，务实他多好些讲过啊。咱今日去修行，当一天和尚要不要敲1分钟？要啊。爱咧。咱袂使讲啊，我著食菜啊，前辈才讲叫我食菜，我已经食菜啊。袂使，当一天和尚敲1分钟，无道夫人办，无道理人研究，咱爱家己自修，啊，道夫爱家己去找。浅显慈悲，敢有啥物无我随喜了愿的？爱去讨啦，哦，因为啦，做者道亲的时阵，要论到咱有人也袂遐简单的，有人也爱讨。哦，所以讲咧，咱过去爱上前辈者咧，哦，啊，因为咱有人年纪上较济啊啦，哦，啊，就我见过较少年的来，因嘛会讨咧，哦，讲某位人自卑啦，啊，若有互阮加减仔来了愿啦，哦，伊嘛无爱空度良辰，袂想讲啊，我年纪遮济啊，我变少年，你去做就好啊，我即摆来等成佛啊，老师甲咱讲哦，袂使安尼咧。咱年纪较济吼，会当做阮爱做呢，袂使讲哦，讲我年纪较济啊，我是前辈，我带船等领薪水就好呢。哦，袂使，哦，袂使这样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要脚踏实地，哦，受咱爱做咱该做，受咱该做，修爱行成，哦，无行成，无成无物，无物啊，成中爱成有成，哦，成中若无成，一切拢毋免讲。敢是安尼？咱若无诚心要来，今仔敢会来？咱若无想要修班，咱敢会出来修班？无可能啦！他多好些讲，你想要就有，啊，你不想要就没有嘛。啊，你的内心爱有神，内心爱有神，毋通一边了愿，一边安尼就无神啦。啊，你来无爱做，啊做的吼，那不足的，你往内观。你往内观，迄个无好放伫你心肝内底，慢慢甲伊净化。你敢讲有就敢有？敢有？有咧，哦，敢是安尼？哦，啊，当然该建议爱建议，哦，因为有当时啊咧，啊，前辈者伊无一定知影问题，但是咱有问题咱爱讲，但是不要一面了怨，一边了怨，一边埋怨。无啊是拢无人啊你啦，拢干那叫我毋知影讲你爱感谢，你一倒车来人拢一定会找你嘛。你无爱家己肯定家己欢喜。你搁讲吼前辈者你是拢无人啊你，啊干那拢叫我，你敢知影迄偌好？你敢知？因为做就是你的嘛，敢会走去互我遮来？互我做敢会走去你遐去？不要想，免想。哦，个人做，个人摕，个人食饭，个人饱，个人生死，都重要。啊，那归真福，回归天真本性，修道自然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咱回归就是要安怎回归到我们的本位。哦，咱大陆佛啊，哦，毋通若去咧拜佛讲你佛啊，我忠心哦，哦，迄是无小心才搁伫遮尔，咱是未来佛哦，哦，安尼若大家好好啊修持。
愈来愈接近佛咯，敢是安尼？歹的若愈少，好的愈多，伊咧佛拢好的嘛吼，咱若歹的愈少，好的愈多，你愈来愈兴奋咧。你伫世间若无兴奋，你才有迄个条件倒转去为迄个位。拄仔咧讲去公司吼，公司去应征，你无迄个条件，安尼是啥物意思？爱求得爱有默契啊，爱有心应大啊，安尼免讲，安尼就对啦吼。所以讲咱这心应大大家有咱听较好诶。迄句国外吼，伊是语言袂通，语言袂通，人家都翻译诶无伫身边啊，安尼要怎？爱心应大。心应大话，看你的动作，我去摇看你要用啥安尼。有当时摇有那会准的，安尼啦，心应大话，起来啦所以讲呢，咱回归天真，温性回归是咱倒去回归，毋是咱去做佛。因为咱逐个是佛啊，咱来肯定家己。安尼呢，修道的自然，那来呢，作止，由心而修，慧而悟。心啊，拄仔讲的修心啊，是修心的。你逐个有意会吧？修心毋是修心，心若修好，心就做好。所以修心，所以修道修心，心是天堂甲地狱一支锁匙。所以咱的心该上，该修好势，慧而就是悟。你若讲将我过去藏之前见毁于何个，我以后无爱重返。是毋是你就是有所悟？你当有法度做。那如果会重返，就是你的悟的功夫安那，搁较唔够。但是若搁安尼嘛爱搁继续咧。毋通讲无法度啦，我修遮简单啊，笔记毛白白安怎改，毋是无咧改，有咧改。但是有当遐碰到代志骹动手动死的时阵，搁走袂安尼就对了。安尼敢爱是个修？爱个修。爱啦，安尼就是要有不足嘛。不足爱修，有先爱修，因为咱要转去，人大遮做连回面，敢是安尼？所以讲就爱好好修持再来呢，一贯道修道的核心，一贯之道贯通天地的性命，名书一指，揭开自性的光明。求道，为什么求道？第一，互咱第一先了解家己有一个佛，家己敢是佛？咱各位有肯定家是佛无？你一定爱肯定，因为咱大家若出去看到可怜的人，敢会生出怜悯的心。生出怜悯的心，你敢有讲这个敢若是阮的亲情呢？毋是阮的朋友呢？即卖啦，敢会安尼？袂嘛？毋是我卖，你卖，伊卖，是大家拢卖，拢会可怜的心、怜悯的心、慈悲的心、博爱的心。若像安尼来讲起来，是毋是佛？安尼就是佛啦。所以讲咱大家拢有，所以讲咧，咱求道的时阵，互咱了解咱本来的面目，嘛知影咱未来的归宿啦。生死问就是讲对遮来，对遮转去。对遮来对遮倒转去为迄个位。当然呢，伫咱一贯道来讲起，道家己毁灭，它是有迹可循呐，毋是一贯道来讲的。伫《坛经》内底呢，六祖、五祖就有讲啦，甲六祖交代，这个衣钵呢，机力不传，传到遐落，若搁传的名如天死啦。因为有的人无了解上讲有这个衣钵呢，我就是以后的座位，毋知影讲重点是生活，你敢知？所以讲你得到伊，你得到这个衣钵，但是你无得到生活，你毋知生死茫茫，但是安尼，所以你得起到路用，所以伫后来就无。所以讲呢，伫迄个最后呢，附属品呢，六祖交代有10位的禅师。是咱六祖来印证的顿悟法门，所以交代伊讲伊无年无月无日要转去啊，要离开啊啦，所以交代迄10个祖师讲安尼来继续传承这个顿悟法门啦。
啊，所以咱进吼大道普渡，应运是安尼，哪有得人惊呢？应运呢？应运是拄啊好像真咧出柑仔有柑仔人食嘛吼，啊爱好好啊食较济。因为人贵是无人食，啊佮贵，毋是贵，佮无人食。哦，所以讲真若出柑仔吼，当咧出的时阵吼，有人食你爱买来食，啊食较济咧啦吼，啊佮贵是贵就无啊嘛吼。所以讲呢，伫这个所在，哦，伊的应时应运，修道三公，哦，咱爱明德，明德就是自觉，度化众生就是觉他，既无至善就是觉行圆满。所以咱得到道了后，咱敢爱度化众生，敢爱？度化众生是为着家己来，为着咱的社会者，啊，为着家己啦。哦，因为你会当做众生的贵人，哦啊，众生的贵人嘛是因你而得到，哦啊，伊的修行袂修行，交咱无关系，是咱敢有去度化众生，鼓励我们的兄弟姐妹，哦啊，因为你明德自觉，你阁会当鼓励兄弟姊妹去度化兄弟姊妹，交咱来得道修行学道，所信请教打帮助道，就是觉他。所以自觉觉他呢，止于至善，就是觉行圆满，觉行圆满嘛。哦，所以讲嘅，咱爱了解这个是道伊的宗旨，伫这个所在，伊的核心伫遮。哦，咱毋茫过去外口攀岩啊，即摆伫外口xuất游动静，哦，万象齐发嘛。哦，啊，画较好奇的，哦。善道生兵，制纸生银，点石生金。迄话吼，讲啊，着爱学这哪有效？你讲啊，劈一个，你看一万石头美金啊！啊，你修道也拢无看，那如果阁是安尼，对不起，哦，咱着离道成观。所以修道非求其，咱爱宽求自己，要往内观，要往你的自信哦，去做一个仪轨，去做一个修办。修道是修咱家己的，毋是修别人的。咱修的讲也袂走入别人遐去嘛。哦，咱有脾气毛病，家己无改到，互别人放咱改，敢有？啊，所以无论安怎，就是拢家己的问题。咱若考会过，为虾米咱考袂过？别人的问题嘛，甲我考较忝，敢是安尼？毋是啦，家己的问题。哦，因为比咱考较忝的，伊都有法度通家己净化掉，为虾米咱袂当？啊，拄仔李点老师讲的是咱的意见不够，家己啦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伫这个所在呢，咱若反求自己伫修，你当着好甲歹，你都是往内观，拢就是咱感觉的不足，就是家己的不足。要安怎提升家己的意见？所以呢，君子所依为义行，不管何其位啦，哦。当然，这个位毋是大位，也毋是小位，嘛就是讲咱今仔日呢，修道的君子，咱爱所依为，嘛就是爱修道的母性，爱修办。哦，这就是咱的本位。你做爸爸的位嘛，做妈妈的位嘛。你今仔日做修道人，你徛的位，修道的位嘛，哦，啊，修道的位就是咱爱去日本恢复本有，咱爱明德，爱亲民，爱度众嘛，这是咱的本分嘛，其他卖用。哦，伫逐做拜五祖的时阵，毋是安尼讲嘛，哦，欲求好本，逐做讲安怎？甲五祖讲安怎？为求作福啊！为求作福的义本啊！哦，安尼敢有清楚？哦，安尼有清楚。所以不管如何，外在的一切好跟坏，有跟没有没关系。哦，安尼呢，咱自个语言呢，啊，就会当伫咱修行的当中呢，啊，会当愈来愈顺。哦，啊，迄个无代无志吼，迄时间走上紧。哦，歹势啦，甲咱耽误啦吼。啊，下晡2点呢，哦，啊，咱个继续好势呢，而且祝福咱大家啊有一个快乐的午餐啦，吼，啊，大家当好好啊休息，哦，感恩。
全是